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勇敢的波波，跌倒不是终点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小熊波波从梦中醒来，心里充满期待。今天，他的好朋友丽丽要教他骑脚踏车。波波一直梦想着能在树林里自由自在地骑行，和朋友们一起嬉戏玩耍。妈妈，今天丽丽要教我骑脚踏车。波波在厨房里兴奋地说：太好了，波波，记得要小心哦。学习新事物的过程中，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。妈妈微笑着提醒。波波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有些紧张。他担心摔倒，但想到了能骑脚踏车的快乐，于是决定克服自己的恐惧。当波波来到公园时，他看到许多小朋友在骑脚踏车，大家都骑得飞快，笑声不断。波波的心里充满期待，但同时也有些害怕。他的朋友小兔子丽丽注意到了波波的情绪。嘿，波波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有点紧张。丽丽问。我想学骑脚踏车，但我有点怕摔倒。波波回答。别担心，我也摔过好多次呢。丽丽鼓励道。每次摔倒后，我会仔细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，这样我才能知道下次该怎么做，减少摔倒的机会。波波听了丽丽的话，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他知道，如果想要学会骑脚踏车，就必须先开始尝试。他们租了一辆适合波波的脚踏车。波波坐上去，丽丽在旁边帮助他稳住车子。好，波波，慢慢来，你可以的。丽丽鼓励道。波波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踏动脚踏板。起初，他觉得自己骑得不错，心里充满了自信。但不久后，前轮被一颗小石头绊到，波波失去了平衡，砰一声摔了下来。哎呀！波波惊呼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波波，你还好吗？丽丽立刻跑过来，伸手拉起他。我摔倒了，我还要再试一次。波波鼓起勇气，继续往前骑，但不久后，他又因为转弯不够小而摔倒了。此时，波波垂头丧气地说：我真的有点不想再骑了。别这样，波波，这只是学习的过程。每个人在学习骑车的时候都会摔倒。丽丽安慰道，重要的是要从中学习。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学骑车的时候吗？我也摔过好多次呢。哭一哭后，擦干眼泪，等心情平静后再试。波波擦干眼泪，他又试着上车。虽然心里还是有些不安，但他告诉自己，这次我会更加小心的。不久后，
波波再次骑上了脚踏车，这次他更加集中注意力，确保前方的路是平坦的。虽然波波又摔倒了几次，但每次都能站起来，重新再试。每一次的跌倒，他都告诉自己，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我会变得更强。渐渐的，波波的信心在不断的尝试中增强了。在经过几次的挑战后，波波终于能骑着脚踏车在公园里自由地转圈了。大家都为他鼓掌，波波的心里感到无比的骄傲。你看，波波，跌倒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继续努力，就能从中学到很多。莉莉在旁边说：是的，我学会了，遇到挑战时，重要的是不断练习，才能变得更好。波波兴奋地回应。当他们回到家时，波波迫不及待地告诉妈妈今天的经历。妈妈，我学会了骑脚踏车，虽然摔了几次，但我不再害怕了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。波波兴奋地说。妈妈听了，微笑着抱住了波波。宝贝，真棒，我为你感到开心。记住，生活中会有很多挑战，只要勇敢面对，并不断练习，就一定能克服它们。从那以后，波波不再害怕跌倒了。他明白，只有经由不断的练习和学习，才能变得更加出色。每当他遇到挑战时，心里都会想起莉莉和妈妈的话：失败是正常的，重要的是不断练习就能进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波波也开始学会了与人合作的重要性。他和莉莉一起练习骑脚踏车，互相扶持，共同进步。波波学会了在遇到困难时寻求朋友的帮助，这让他感到温暖和力量。有一次，波波和莉莉决定参加学校的运动会。在比赛前，波波感到非常紧张。他告诉莉莉：我怕我会输。莉莉微笑着说：波波，赢得比赛固然重要，但参加比赛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只要你努力了，就值得骄傲。在运动会上，虽然他没有得到第一名，但他仍然很高兴，因为他享受了比赛的过程，并且认识了许多新朋友。每当他遇到新的挑战，他都能勇敢地迎接，不再畏惧失败。他开始主动参加各种活动，无论是科学展览还是音乐会，他都全力以赴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让他变得更好的机会。透过这些经历，波波不仅变得更加自信，还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，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他知道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只要勇敢面对，就能成长。失败并不是终点，而是通往成功的一部分。波波常常这样告诉自己和身边的朋友，这样的心态让他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，并享受其中的乐趣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波波的故事告诉我们，
无论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都不要害怕犯错。记住，每个错误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勇敢面对，继续努力，最终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。我相信你们一定都可以做到的，加油！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